台南一中一直以来拢非常的注重学生的升学，除了升学的成绩一直拢非常的优秀以外，伫咧艺文的方面的表现嘛拢非常的突出。在会上午伫咧南一中的小礼堂中，透过一中学生的声乐表演作为展览的开场。现场嘛邀请到真侪贵宾，包括嘉义高中的校长陈韵如，马测会到现场表示支持。在过去这半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月以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南一中代表我们台南在全台湾的媒体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呈现，而这些呈现，我觉得是要把属于南一中的精神属于我们台南组成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告诉全国甚至现在网络很方便告诉全世界。为什么要特别今天特别提这一点？因为台南一中事实上是从来没有美术班的。我们并没有美术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总共包括教职员也好、校友也好、家长也好等等的这些参与的参展的作品这么多件我们来算一算总共有超过54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那可以想见说，我们南一中在美学教育这一块，以及在提供给学生多元发展这一块是。真的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展览的现场嘛有真侪创作者做伙来现场参加开幕的仪式。对无同的艺术作品中，会当用心去感受每一位作者伫咧创作过程的心境。伫咧看展览的过程嘛，会当充分地感受到南一中的校友伫咧过去升学压力很大的状况之下，佮会当伫艺术的领域有相当的成绩，实在无简单。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